要到外婆家，外婆请我吃年糕。仔仔都吃亏，盐仔仔少吃亏，酱油仔仔没吃的。外婆有时候，就会念童谣给你听，可能小朋友都要听童谣吧。我小个辰光，下头喇叭没打嘛，所以海搿辰光嘛，拉妈会听到会念叨两句，宝宝困觉，当当王婆叫啊，类似于这种话嘛。一般到过年的辰光，长辈看到小伢儿吃饭的辰光，会那么问一我吧。和了面，就小伢儿去比赛了吧，就考试考得不好，爸爸妈妈会给你吃和了面。和了面，我不吃和了面，意思就是我考你的，我打你了。黄了面是好东西啊，不晓得。里脊肉麻，就那种铁丝丝往你麻的意思。就是可爱，一般是大人看见可爱的小朋友里脊，我看到你里脊是吧？里脊其实我也没听过哎，里脊肉我知道，里脊牛，里脊肉就是吃的那个串串嘛。乌噱头，乌噱的。不知道。乌噱的，这个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没怎么听过。乌屑的呀，乌屑的我也不晓得，乌的晓得，就是我这个人很脑子有问题嘛。乌屑的不晓得，可能我爸爸妈妈比较晓得吧。消化不良吗？一般是指吃那种面啊、饭啊吃的太多，吃的多就要蹬舌儿，就是吃太饱。蹬舌儿我也没听过。现在刚刚录这个视频的时候说了，基本不会说，99%都不说杭州话。妈妈会说，但面对我的时候，她还是说普通话。今天刚刚说了第一次杭州话，现在杭州话的使用频率会比较低，除非身边都是一群老杭州朋友，因为现在工作也好，客户也好，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或者是新杭州人，他们都不会讲杭州话，所以突然间讲杭州话会很奇怪。包括在家里，也都是讲普通话为主。出门早上上班的时候会跟我爸妈打招呼，会说我去上班嘞。晚上回家的时候也会说我回来嘞。刚回来的辰光是点，就亲戚或者朋友出去搞儿，我杭州话学到一半，一波就变成普通话，就像刚刚那样子，就我的就忘记完那个字，这个我的。有一次我去买水果，然后在水果店那个老板娘问我是哪里人，然后我就说是杭州人，这里人，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说这里会搞的费用杭州台里讲。因为我们家不大会杭州话，基本上是不小孩子一般都是在过年的辰光，有那些长辈讲惯了杭州话，那么会讲一下杭州话。家里面屋里人基本上是不会杭州话的。读书的辰光不读，搿么还蛮多的。就是我如果上班的话，那我肯定说普通话，因为同事基本上都不是杭州本地人。但是如果我跟小姐妹出去，然后就是会讲本地的土话嘛，土我比较讲的蛮多，就是可在哪个人群上。听不懂嘛，杭州外地人蛮多的，杭州本地人有可能，万一像我这种90后听不懂呢？老批人要么不啦，都要走过来的嘞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可以的，因为杭州台里的话，它就流传下去了嘛。虽然杭州话还是比较容易听得懂，比较简单的，但是有些站头跑出来真的听不懂，所以这个可能会不太方便，还是普通话比较普及一点。那我女儿的话，我现在女儿还小嘛，她大起来之后，我应该会把这种
本地的方言都跟他讲，教会他的这种本地方言。现在很多人是不会讲杭州话，包括本地人都是讲普通话。包括我上高中、初中那会儿，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当地本地人，然后讲的也都是这种普通话。你应该会去注意关注杭州话，还有去接触杭州话，那么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下去。